我用一个手势互你看，看你敢会晓。好啊，你用。安尼啊，简单啦。安尼。奇怪哪安尼？啊，我倒手成功啊，正手嘛会使。等我。我感觉吼是摕迄布来较紧啦。啊，恁歹看啦！啊，是安怎一定要学即个手势？因为咱等下要摆布的时阵爱用啊。哈，摆布是啥物意思？摆布就是再会的意思。啊，是安怎一定要讲摆布？你等下问迄个讲摆布的本人看卖啊，因为伊就上爱讲即句。哦，好啦，啊无咱先来开场。摕布摕来啊啦！好，要开场啊啦！哦，好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来宾。YouTube 频道超认真少年、超认真少年的男主角阿仔是不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阿仔师。大家一定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阿仔师要念华语？那么阿仔师的台语要安怎念？阿西，阿猪西，阿鸡西，到底是倒一个才对？麻烦你尊重一下本人好无？咱阿仔师直接甲伊问就好啊。阿仔师，请问要用台语甲你叫，安怎讲呢？阿仔先，阿仔先，好，阿仔先，咱记起来，咱等下就开始叫阿仔先。应该是阿仔输较对，还是阿仔先较对？看你啊，看你是先的还是？先的应该是要转去的时阵你讲的。无一定啊，就是你若真正是技术足高超的人，感觉讲你已经是先的。一定是正常人啊。对，你人就叫你先的。好，安尼我叫先的。阿仔先，好无问题。换你啊，怎？我，你毋是单，我是你毋是你是有称1号、2号、3号，对，阮无一人共款的问人对一条，就是因为中的拿甲你讲话开讲的。哦，所以我拄仔好，应该是即摆开始就对啊。对，就是阮等下问讲，歹势啦。就是请你讲。我计是我无看你，我咧想讲你一定到后壁去。无，所以等下问你，请你介绍你家己的时候，你会当开始。我就好。嘿，对。哦，安尼咱请阿。哦，安尼咱先请阿仔先，你是讲啥？阿仔先，啊无我甲我讲啥？你开车来哦。对，你会知？阿仔先，阿仔先。哦，阿仔先是阿仔先，等下我。就是若是要念阿仔先，大文字应该就毋是仔。哦，但是台语有一个就是规则，就是名随主人啦。今日即个主人介意安怎叫？尊重本人。阮尊重本哦，所以就想要安怎叫，就是这个叫加掉吗？无要紧啊，恁帮你逼掉，逼。所以就是恁，我会帮你逼掉。哦，逼啊！所以就是该安怎叫就安怎叫对。对。哦，阿仔先，好，阿仔先。从现在开始。好，阿仔先，先请阿仔先简单介绍一下你家己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年真少年的阿仔先，安尼敢会使？会使啊，会使，真好。哦，我想讲你两个拢无反应。我爱有啥物讲话？我爱有啥物话？你甲我讲者，我搁一解。我讲，所以介绍家己就对啊。对啊。哦，介绍家己，这个时间偌长咧。你会使简单介绍讲你就是你创啥？你的频道有啥物件？阮的频道就是咧教一寡少年啊，还有教一寡查某囡仔，应该是爱安怎去学工业的物件。譬如讲，就是恁兜的壁啊，恁兜马桶啊，还是讲外口迄 BRT 啊、捷运啊。捷运的代表安怎讲？捷运。哦，好比讲外口迄捷运是要安怎起起来啊？啊，学迄个涂骹学偌深啊，大约就是即种的节目。是啊，当初时你会开始翕 YouTube。哦，当初时哦。对，当初时。一开始是无聊啦。无聊啊。我应该一开始就是我有诶时阵去好好教册。对。你著共款的物件，你著讲到100届、2000届，你讲到最深的啊。讲深了，阮著甲阮迄个制作人。制作人。我著甲阮制作人著想讲，无就讲录起来。
录起来了上课进前，用棒诶，用棒诶，毋是用放的啦，无遮疗效啦，应该就是人还未上课进前，你先看。有一寡较无聊的，要注意物件，你就是拢定定拢是讲100届啊，所以你就你若是有看，你再来上课；你若是无看，你就莫来安尼。无看就袂使去，一开始是安尼。去敢会考试，考讲影片的内容。无因为我上课迄个时阵吼，因为我定定有时阵拢伫国外。国外，我毋是讲拢一直踮台湾，所以我上课拢是，可比讲一个月，吼，你爱就是排一工、几工的，对，就是毋是讲咱正常上课拢一礼拜嘛，1、2点钟嘛，所以阮即种就是一个月、2个月，一届就是1工、2工，伫咧安尼连续就是较集中安尼啦，较集中安尼上的。所以当初是开始翕的时阵，就是甲工课有关系，翕好耍的。算是安尼，一半。但是尾也嘛感觉讲，因为真侪少年仔吼，因想要去学遮个物件，其实你嘛找无，因为拢即道拢是拢学师仔的嘛。对。学师仔的师傅就是拢会偷唱播。不是偷唱较迄落较。年岁较大。毋是，过来，佫有咯。年岁较大啊嘛，毋知影要安怎教。对，嘛是现场拄着有迄个状况叫他都教。对，好比讲用教的，就是用草根人教的方式来教嘛。无是用讲台语来教。对。即摆的少年人讲台语拢较袂使。而且就算讲因是读本科的，但是因就是因看到华语字甲西的讲的台语是都无共款。对，因为阮踮咧外口拢是有讲一寡迄落俗语嘛。所以无一定有的时阵是日本话，有的时阵是台语，佮变过来安尼。就比如讲，你好比机械，你自迄落机械科读起来了，但是你去外口做番课的时阵，佫是另外一个世界啊。所以就是迄个节目，就是咧，互大家看讲，原来工业即个物件是甲你所想的无共款的。佮其实台湾的工业是介厉害的，即淡世界上真诶最厉害的。真诶，那安尼，既然继续问啊，就看啥？看啥？看啥？那呢，想要请问，恁即个频道到底有偌济工作人员咧？你要算到倒位去？算到偌有，无要紧啊，有个团队安尼。阮是因为我家己的公司其实有3间，做小领巾的，这就是其中一间。若是做小领巾遮，就是应该是讲逐工咧上班迄种，就是5个、6个。但是外口因为即种工课，就是你定爱，譬如讲爱做动画啊，有时阵爱做一寡迄落活场啊，所以你着外口佫出去的时阵，佫有8个人，所以安尼差不多。安13个，就是8个，6个加8个是14个。你讲5、6个，奇怪，你到底是来教人嘅，还是来教数学嘅？生气啊！做事你要生气。莫去。外口迄8个就是有的时阵是点工的啦。点工。有时迄定定你有时一家头迄个应该就连续的工课做个2、3工安尼，所以较忝，所以迄毋是个袂当逐工拢上班迄种的。但是你讲你有3间公司，但是听众朋友可能有人对你无了解，你敢要讲看卖你其他公司是咧做啥？放款啊，无啦，放款，无啦，我袂讲啊。加条逼。无啦，其他公司就是咧做人像阮迄工程有无？嘿，就是譬如好比讲恁若是领导好野人啊，外口迄大厝大豪宅的，豪宅外口毋是拢有一寡雕塑，像铁仔的啊、阿鲁米啊、白铁仔的、铜的啊，迄遮物件，迄就是阮是咧做即种物件，其中一个做雕塑的，就是算是艺术工程。艺术品啊，艺术品，就另外一个就是顾问公司。顾问公司。对。一个就是第3个就是帮忙做动画，就是翕影片的这个公司。对，影片做影片。安尼事业嘛做真大呢。无啦，就是一项做无好，做3项。一项欠戏啊，欠戏。若想要问讲，安尼像对你来讲啊，像即马经营 YT， 敢有算是你的主业？是你这3项内底较主要的吗？即马敢是你不，台语无吗？敢是你这3项内底较主要的？即马应该是算时间上来讲，是无算是主要的。用上侪时间，但是无用时间用上少的。时间用上少的。对，但是阮拢是靠阮迄制作人，要安怎讲啊？制作人。要批哦，我会批。阮就是靠迄制作人啊。若是心态上。心态。
心态上就是应该是算诚大，因为即马做咧吼，你去外口就感觉讲，敢若是诚有话语权啊，就是影响力。啊，所以就是你就会较袂晓，应该是讲较毋敢做歹代志啊，还是较毋敢。今路你会去用真出来。我被放药啊！这集拢要逼掉。无啦，就是讲算起来，就是讲，譬如讲。即摆有时阵咱去工厂，还是去讲学校啊，有诶老师就是拢用你诶影片咧教课。对啊，所以你就是用这影片教课，敢有先甲恁讲。其实你有甲我讲，我拢一定讲好诶啦。啊，若是无讲。听讲有诶人毋是无讲。你有看到阮房啊？我甲你讲嘿啊。叫阮点尔，还好啦，还好。甲点者尔。无你若是我感觉种，若是为着教册，啊，为着是讲即个学文诶，当好诶用途，教育用途你拢 OK。嘿，啊，若是有一寡人甲我影片甲伊摕去对面吼，淡薄放啊趁钱迄种，迄就是。迄就甲告倒。如果告袂着，真正是。气死！安尼就是发动网友去甲伊检举，嘿，甲伊检举。安尼就是要问讲，因为你诶频道诶知识量足大诶，内容嘛足有教育诶意义。想讲就是你拄则有讲嘛，就是因为一半认真，一半翕爽诶啊，所以你后来是安怎决定你就是小认真少年诶经营方向？哦，这遮尔 detail 我想者。我嘛小认真呢，小认真黑白边。这其实迄个时阵要开始做诶时阵，我应该是讲有想过几啊种诶方式。啊尾啊，阮嘛看一寡别人诶影片嘛。迄时阵就看真侪人影片。啊，有诶影片你会看下，你讲教歹伊那大细。我第一句就可以比。无要紧，我就比。啊，你就感觉讲啊，若是要做这个物件啊，因为你做频道，你拢想讲爱有人看嘛，爱有人当下支持，有当下讲生笑安尼，较会迄落。啊，就是你迄录线，我是要安怎掠，所以就想即久诶。所以尾也就想讲，其实台湾做工业即度少人知影啊，如果毋知是为虾米，即个做工诶人吼，但即个社会拢有一寡足奇怪诶。同其实啊，就是人我拢有一寡奇怪诶想法。因为我较为10年进前开始，就定定咧去外口咧做工课，国外咧做工课嘛。其实国外你去美国啊，去德国啊，是去迄个愈进步诶国家吼。伊对做工诶人吼，迄是愈尊重，愈尊重诶。因为感觉讲迄是一种技术。对。你敢知影全世界吼，迄死伤上严重诶人，毋是做军诶人哦，是做工诶嘿。嘿啊，就危险诶。阮之前佫有人定定讲，伫台湾啊，逐工拢有死人。对，做工诶，但是就是无报出来。无报啦。哇，真就是最近拢有迄。民隔壁啊。工程啊，就是最近代志诶新闻啊。其实问就是阿仔先，伊就知影，就是因为现场，因为阮兜嘛有人伫做工，所以其实工厂毋是工厂。做工诶现场其实拢有人死伤，只是就是一两个也是创啥，而且报出来有公安诶问题啊，佫有一寡有诶无诶，所以其实基本上是袂讲，而且佫有一寡就是外籍移工，就是偷用无照诶，还是无牌迄种迄，其实这拢是问题啦。你一定是无照诶啊，你死也无差，人嘛毋知影，啊，所以就是你若是看一个做工诶人哦，淡薄仔死，阮感觉这可无诶代志嘛，人命嘛，但是对迄个建设诶。规个工程来讲咧，吼，伊若是一工停工，迄只了几啊千万，了几啊亿个。所以迄就是我毋知呢，这是咱应该是讲亚洲人，大家拢对即个感觉，就这就是一个，对啊，这是一个亚洲咱平常时就是这劳工无好诶环境。啊，佫有就是一寡就是工安问题、性命教育，这拢其实咱佫有所在爱拍拼啦，佫需要进步啦。所以迄个时阵，逐门国外做工课时阵，拢感觉我甲迄阿多仔做伙做时，拢感觉是笑着诶。啊，所以我就希望讲会当用即个频道啊，大家知影讲，其实做工诶你会当食下拍诶，还是其实做工会当互你做骄傲诶，毋是讲像人讲安尼，就是安尼。对。大傻太哥。但是上头前就是你爱家己爱尊重家己。尊重家己。是啦。你诶安全啊，你诶用品啊，你诶技术啊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讲啊，即马频道诶订阅数就是有到35万外，我顶讲。嘴下。过来就是想要问讲啊，目前诶订阅数就是有35万外。你在讲几遍？啊，是要讲36万，因为今日已经35万点9啊。真的哦，好啊，要36万。凊彩啦。好啦，加报嘛无要紧啊。
你若讲要36万，讲100万嘛，紧啦，早晚有一天后来讲，我看3年后个爆。你3年后100万了，阮家才个用共款的价小价你来。凊彩啦，凊彩。很主席请拢无要紧啦。听众朋友啊，其实阮家己无互伊钱，啊无啦，假啦。别讲别讲，无啦，阮袂当安尼讲，讲出来大家拢笑，咱讲，你顶解拢无算钱啊？你无啦，阮互伊足济钱。你嘛袂当安尼讲。好，换我。过来就是想要请问讲啊，目前的订阅数有36万，要将近36万将近36万。对，想要请问目前主要观看的就是人是几岁到几岁？哦，我想我就是讲，主要观看的是人还是？当不伊家写讲是像，伊家写讲是狗伫看，是猫伫看啊，是贵啊是。即摆主要吼，拢是大约啊，阮算真准的，真准哦。97%的查某人，查甫人，大概3%的查某，顶解毋是4%，这样个变即摆愈来愈少啊，真可怜。那安尼，拜托各位查某朋友会当定来看，你会当看恁查某朋友，还是恁翁想要买衫，直直看咱的节目就会使啊。惊看你的频道开收济钱，一定是的。愈买愈济，这嘛爱买，迄嘛爱买。啊，拢大约就是35岁上下， 35岁，嘿，就是什么25岁到45岁遐啦，上济。上所以其实无迄种，就是20通岁，还是讲10几岁啊？无咧，看阮的频道应该拢是一定社会一定看头啊。看啊，淡仔无聊啊，无看一寡。可能已经伫外口去互骗一寡钱啊，所以想讲来体验一下社会的黑暗。无啦，因为淡薄仔阮迄讲的话时阵吼，迄知识量是小可济。哦，知识量较济啦，其实就是爱较注意。我都是讲啥？知识量。知识量。哦，知识量。知识量。知识量。好，因为我应该是算近2年无喊你讲台语啊。对，因为你其实你拍片的时阵是讲国语。对，阮是讲华语。华语，拢讲华语啊！拍片的时阵讲华语啊。对，拢华语。然后即摆拢淡薄剩个扯干难交的时阵咧讲台语尔。有我有伫看，我就是迄3%之一。好，除了是35岁左右，那安尼你感觉吸引观众来看你影片的原因是啥物？哦，当然是扯干难交啦。无啦，当然就是应该就是。我感觉这嘛有啦，因为就是你会甲迄一寡伫现场的人伊的心声甲表达出来，我感觉这嘛是其中一项。哦，替因发声。其实踮现场吼，阮以前做现场做技术的人吼，迄讲笑话迄是有够济，逐工拢在。逐工咧练笑话。逐工拢练笑话，真诶。所以伊其实迄最好耍诶，所以我其实讲诶拢其实无啥，拢差不多是先平常时10%尔。10%尔。嘿，若是你出去外口做工课哦，我90%拢是咧练笑话，啊10%也是咧讲真正做工课。其实我感觉会当体会，因为因上班时阵做艰苦诶，因就是拢用体力。啊，你若无讲一寡较轻松，还是讲一寡粪扫话，讲真啊，心情会愈来愈沉重啊。你若做工课，若讲股票夭寿哦，搬袂起来啊。但是佫有另外一种吼，就是譬如讲，像我以前就是为上迄种上细卡迄种做工诶开始做诶。对。啊，做到尾啊，就变毛头嘛。毛头尾啊，你个开公司嘛。毛头，你要甲大家讲华语是啥无？毛头叫就是甲人包给人家包工程。统包。对，统包工程。统包工程，毛头，统包。毛头应该就是算毛迄个人，对，譬如讲，我毛即个案，啊，即个案可能爱200个人做。对，但是你个毛别人。嘿，对，毋是迄个分开包别人，因为做投资有做投资的嘛，啊，做迄个木工的做木工的嘛，啊，做施工的，嘿，做施工的嘛，做施工的专业的，所以就是，但是你爱安怎安排，譬如讲，倒一工哦向前做，啊，倒一工，就是你一个你得爱分配。对，啊，若是有人做歹去，你爱去解决问题；啊，若是有人做较慢的，所以你得爱去甲因教，讲安怎做较紧。哇，安尼你逐项拢爱会晓，有啥问题都爱找你。当我杂菜米啊，杂菜米，我就像迄个师傅的样子。你讲，你来遮，你来，你两个哎，做啊，你去遐。其实就真正是你逐项拢爱目一点嘛，若无因今日师傅就是偷工减料，还是讲师傅无用啥，你若拢袂晓，你真正是用骗假啦。所以其实看阮频道的人吼，就是你若是讲，譬如讲你的心水你爱愈来愈悬，然后其实你得当看阮的频道，因为心水，因为讲差伫就是讲
定人讲叫是讲做工的，所以你即摆是你偷偷回答后一条就对啊。对，我想讲你咧豆豆问上班啊，我这赶时间啊，我等下赶等台中歹势。无问题，讲真笑。无问题。所以就是像阮拄则要问，就是讲你吸引你的观众拢是倒一种？啊，你拄则有讲嘛，就是想要薪水变悬的人。我感觉淡薄有即种身份伫咧，就是譬如讲，阮会豆豆教人讲，你爱安怎做工，你会当做较有价值。就是你安怎薪水越愈悬。家己的。好比讲，我迄早摕过半年6000块的。半年6000。学使嘛，学使啊。啊，佮有就是外口做工课，逐工搬梯啊，做迄个一工600块的。但是着尾啊，愈来愈悬嘛。你就是你会晓拍电鼓啊，你会晓可能2000块。愈来愈济。拍电鼓伊即摆头讲，咱等下要教的物件。我先讲第8条。但是好比讲，你会当去冒啊，你会当。甲迄个时间缩较愈短啦，你着愈来愈悬，所以就一工变到8000块，即个15000块，啊变到有时阵我去国外嘛，去国外有时阵你爱带100个人，还300个人做工课的时阵，我迄一工薪水就3万块。迄个但是你就是你爱捌个物件愈来愈济，啊你会当解决问题，所以即种的人你就会当愈来愈价值。嘿啦，提升家己。所以差不多是想要提升家己的人，对机械有兴趣的人，还是讲要转导的，因为你会当看别人，因为有定来拍别个工厂嘛，拍别迄个公司嘛，所以有的公司拢其实设备拢真好啊，你若是欠人啊创啥，就当去。像你3趴的女性观众内底，伊若想要转导，你感觉敢有机会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其实即马迄个啥，迄个名迄个哪讲？迄个罗动波，罗动波，为啥袂当连动？因为有文音甲白音，嘿，迄台语有文音甲白音，像一种名词，像1 2 3 4 5你安怎念？1 2 3 4 5。但是有另外一种1 2 3 4 5。迄是咧，哇，迄个，迄是咧画棍的时阵你敲电话啊嘛用迄啦。我是跟自己是要来教。台语就是有分文音甲白音。毋是海口音甲迄个，海口音嘛是，迄是腔口差，但是字本来就有分，就是文白音。因为阮两个阿公就是一个是海口的，一个是算是本土的，所以可能讲起来就是阮有一点嘛做伙。无怪你听起来，你有一个较特别的腔。海口腔，台中腔啊。台中。安怎呢？无啦，安怎你是台南吧？就是南部啊，南部我要骗。好，安尼听起来女性嘛有机会转导，白边拜拜，拜布，白边拜布，卖个拜布啊啦。我要转导白。我都要讲一半啦，劳动部啦。劳动部，劳动部，因嘛是迄个啥，迄个中心嘛，就是因为办一个，就是你若是无工课啊，你会当去训练中心。对，伫台中迄个真济，看你是要做水电的啊，要做集训局，职业训练局啊，职业训练局，对，集训局啊，职训局。我想起来啊。我只是想无鸟来讲，无问题。我是讲起来概念长啊。集训局。那呢，就是除了有遮固定的观众了后，之外就是你会想要去倒一种的新的观众，比如讲跟搁较侪女性啊，还是讲你感觉凊彩有人来看就好。女性好。我感觉恁最近有就是想要做一寡女性较有兴趣，像进前迄个，对啊，你去找山小日子，三小日记，对，做迄鸟仔的，对，做目工，做鸟仔目工，对。所以迄支女性的观众有较侪，但我较侪加1趴，所以就变做4趴。变成4趴，变成4趴，哎，够差，够差。但是1趴你可能莫想讲真少咧，你若是35万人1趴，安尼嘛算真济啦，好啦。迄你要按哪个好嘛是真困难的。安尼你要先搞按哪一个，我嘛是3趴1呢，我是固定。我想者哦，35万的1趴是偌济？跟你说袂晓，3500嘛。袂晓。对啦，3500啦。3500，嘿啊，你开发票定来算5趴嘛。好，你刚才我免开发票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你家己上介意，你上介意拍影片内容是倒一型的？譬如讲工业安全宣导啊，还是讲商业业务，就是我会趁钱的啊，还是讲你家己做物件修理的过程甲成果即种的，倒一种？
倒一种啊。我上介意拍的亲像迄个捷运嘛，捷运哦，捷运嘛，捷运哦，捷运，我上介意拍的叫捷运即种的。但是这捷运即种拍起来哦，介痛苦咧，要拍遮久。就是你讲起一个捷运的迄个过程安尼。对，哦，种就是你拍起来，阮迄两片大约拍半年吧。半年，所以其实无一定是捷运，就是大型工程。你较介意迄种大型工程，就拄什么拢无够有安尼。对，对无最无够有。哦，我讲啥？无不得志。为无够有。无地址啦，无地址。一种成长的过程安尼。对，啊，但是迄个是国家的建设有无？国家建设。你感觉讲哦，迄国家建设竟然互我就是电包工程互你安尼？无啦，毋是包互我啦，袂当讲咧。毋是包我别人啦，就是你会当做伙算安尼。哦，参加这个过程啊，见证这个物件啊，看起来就是自迄涂骹开始学到30米，啊，佮开始灌灌浆有诶无诶。对。哦。另外一种爽啦，迄无共款。另外一种爽。迄个趁钱诶爽无共款。所以咱甲人电讲，接我去安尼。我有参与。有啦，有参与着，莫安讲。但人讲叫啥趁诚济。咱若今日有一个，譬如讲有一个小目的会当趁钱的影片伫遮，咱会使做伙现日，即集要结束啊啦。就譬如讲有一个小目的金额的影片，业配啦，就是业配，啊，甲一个会当你会使去参加你介意的即种的，两种互你拣，你会拣倒一种？哦，当然嘛是业配。跟你拄则讲的无共款的。为虾米咧？我来解释。以前吼，你家己一个人吼。1箍6无差，迄就是做爽嘛。但是咱人生做代志，有时趁钱、趁名、趁爽，对，就3项你上无买一项，我就莫做。对，但是因为即摆开公司啊嘛，对，爱饲人，无嘿，你头家的工课是啥物？头家工课就是爱照顾你的员工，对，所以迄个时阵你当然都爱选迄个趁钱优先。嘿啊，但是即摆我看是我大家拢对阮袂歹啦，就是譬如讲话拢合作啊起来，但是嘛是有互阮费用，但是你就是阮想要拍啥，伊就拢凊彩。阮家嘛有互伊费用哦。对，所以你要讲啥拢凊彩嘛，来讲啊。好啦，安尼我感觉时间嘛差不多。笑甲安尼，你有咧算时间？有啊，因为顶届网友讲伤长啊，无都一届听了，因听甲心肝做无爽快。你确定是网友，毋是你哦？我可能嘛是其中一个网友啦。掠着啊吼！无啦，嘛是爱有咱来宾休困一下啦。好啦，即集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嘛是互阿仔先休困一下啊。听讲后面要考试哦。好哦，该考倒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上门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宾 YouTube 频道。这样先拍手啊！我唔知，我还佫讲一个，阿仔是不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年真少年的。爆掉了，听大声你啊！你刚就不是这个音调。刚刚出场气势要强一点。再一次。阿仔是应该是要练阿仔声哦。阿仔声哦。阿仔叔。他完全脱稿前面我要叫你念是不是？你要写。我唔知你偷讲。阿袂 Q 到你，你等下哦。我想多一点开启我的模式。拍点。哦，个几个哦。我是不是要近一点？没关系，我一直在调。真的，拍谁？好。我是 DJ， 我在刷盘。就是。你确定是网友，毋是你？你个一个，你要搞我没脸，真袂较顺的无？你确定是网友啊，毋是你哦？你个一个。好啦，这集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嘛互阿仔使休。阿仔生，阿仔生，你要几改？我嘛是较介意用华语啦。